那这个桃园病院群体来感染，爱居家隔离的对象增加到5000人。感染科的医师讲，当初一开始的判断伤过乐观咯，列居家检疫的对象无够全面。虽然事后补破网会当来降低到社区感染的风险，但是困难度真悬。要来提醒有去过桃园病院的乡亲，对家己的症状都要有自觉。若桃园病院这波的感染，要一直观察到过年后，才会当放心。连原本内列区自主健康管理患者按889人嘛受到感染，目前有初步感染源嘛，互疫情更加紧张。专员赶紧升级组红区警戒，要增加隔离的对象。疫情咧生团的速度比咱所想的搁较紧。时间跟幅度呢，都比我们事先预估是大的，所以的事先预估可能是有点比较乐观一点。或者就希望它是局限在少数几个病房几个人，不过现在看起来整个发展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注意一下是不是有环境污染，然后造成间接的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哈。就所以这个整个医院，它那个建筑物里面呢，曾经待过的人都有一个潜在的风险。医护人员挂喙含穿防护衫，应该有的准备拢真焦装。不过要小新冠病毒抓到机会，指挥中心大动作列出5000人，不过医师讲难度真悬。判内的5000人大概没有办法把所有可能去过部桃、可能有接触感染风险的人都全部宽列在内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，所有的民众啊，大家都提高警觉。其实5000人还宁可把它集中呢，集中还比较好做，资源还比较容易集中。那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隔离。如果5000人还是隔离在各自的地方，那你确实要很多人力去追踪他们。加上农历过年，真侪人会转来，加上大量回国，疫情除了国内，还会烦恼国外。专家认为，这摆社区观测期恐惊会等农历过年了，才有可能稳定。